醒来，你的意识还很小的时候，你还没有清醒嘛，所以潜意识是最强的。这个时候跟快睡着的时候，因为已经在恍神了，所以你的意识也是最薄弱。就是潜意识要很强的时候，就是你意识要很薄弱的时候。所以睡前跟睡醒是最好的时机，就跟自己重复讲这4句话就可以了。像或许就是常常在练习嘛，然后就发现说睡前我明明要讲20次，都大概讲1次就睡着了，然后就会发现说那一阵子很累，你就是一直在清。它其实你睡着了，可是它一直在清，你就会觉得很累，因为你身上有一些垃圾的东西要一直倒掉，那你就喝水。对，那里面有讲到一个蓝色太阳水那个忘记了什么水，对对，小熊，对，小熊讲的那个蓝色太阳水，它就告诉你，其实大家可以去翻一下里面书有教你怎么做这样子。他讲说你就是这样子做清理，那其实这本书真的只有这一个重点，就是这4句话，你整本都没有看，或者是看不完，或者不想看也没关系，你只要记得一个重点，早晚跟自己讲20次，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那这就是这本书，就是后学简单跟各位分享到这边，谢谢。上礼拜第7口店的组长也要这个我们读经班啊，就是各个经班都会出现这个人才啊。你看他用那个体现这个其实好多位了，包括那个现在的班主任那个黄义桥啊。你看当初他刚进我们读经班的时候啊，都不方便啊，妈妈孩子读经班的小孩都有这个病看这个见证。来上读经班的都希望一养，要他画画啊，然后他不能够去开法会，就是因为孩子不能够外面是有那个东西，他怕孩子去法会的现场不能吃，所以后来这个杨者就跟他说，没关系，我来煮他敢做菜，他在立产院我们带他完全符合他，现在什么都可以吃所以他读了临极限之后，开始慢慢的用开始跟他说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我，请求你现在开始转化，那孩子现在就好了什么都没有，现在 OK 了，都正常了。来这个书院读心灵班也是什么都可以吃的，孩子不是跟小孩子下一次有机会到这个学校里面跟小孩那雅琴她是算是这个经班的不是家长的家长，他没有小孩，他也没有结婚，所以这2个他都说原来是你这样跟他们说，叫我不要嫁，说我会去花任何心念教育家或者不太会跟我开玩笑确实是优秀的人才这个学院讲的很好，40分钟真的是非常不错。那刚刚他在讲的时候，或许做一些笔记这个在让大家稍微在简单的做一个归纳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修道只要大家把心静下来这都对你有影响。刚刚讲这个各位，我们开始或许简单的语言到这个刚刚大家分享各位看到那个意念记忆意念，我们意念很强，我们的记忆很强，一直想要掌控大脑那个力量会出现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把自己静下来，没有办法去放空，是不会的所以刚刚一直跟我们讲这个力量很重要当然我们这个道中的这个前辈都是心都是天性，所以很自然就听到了这个这里这个正德我们也是常常在这个经验班的讲过一个题目叫牺牲奉献反省忏悔感恩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临极限它是要忏悔，临极限它是要感恩。当一个人都没有忏悔，他内心很干净
一直都是抱怨别人，一直都是别人的错，一直都是自己的错。所以那个忏悔，它是，你看当一个人真心忏悔，内容满意的时候，那个人变得是开心。我们人之所以有极限，是因为我们内心都是毒素，生理的毒素自然就会有，心理的毒素就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抱怨，那灵性的毒素就是因果之业，所以你就别牵他，被他牵着走。所以怎么样利用忏悔、感恩所以牺牲奉献、反省、忏悔、感恩、付出，这是我们修道人一些基本的信念。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最近的经济当中，我们要讲师讲的善解感恩这样的题目，也实现正轨在主导的观念。那个善解感恩就是一个极限的概念。什么事情就是善解？因为当你的恶解释往往是因为你的偏见，或者是往往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那所以要是善解，要去感恩。当然也是在提倡人国满约了，在我们国道有程度要约要约。我们在往外的过程到一个程度，我们要同时拉回来自己的身上所以你看灵极限，他是把投射出去的拉回来，投射给别人的拉回来。当我们眼睛去看别人的时候，可不可以看看自己？还有灵极限的概念是什么？就是相信因为你要相信，相信你就可以做到。这个作者乔维泰利他的那本书《相信就可以做到》那还有或许这一次3国5都行到澳洲的墨尔本遇到了我们一个南亚刚刚毕业的，现在是墨尔本大学的建筑学博士也是一个画家。他有一句名言，或许很喜欢，就是我就是要画画，我就是要画画。当我看到他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相信力。所以无论是相信你就可以做到，或者是我就是要发光，那都是能练力。因为有没有练力，就会有吸引力，就会心想有事成。所以当我们心都不敢想，事情就不会成就。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想？为什么要想？那还有就讲到清理负面的思想，抱怨它是一种负面的能量，那也是一种负面的思想。所以刚刚雅琪跟我们讲到要释放内心有害的能量，负面思想就是内心有害的能量，你没有把它释放掉，那是问题，那是问题。那当你这个负面能量没有办法释放，你就不会腾空出来去充满你的神性跟正能量，所以那是相对的。那能量是一，那你的负能量占了太多，你正能量就会很少。包括弗里德他也讲人的super ego 加上 ego 是等于一的。当你的本我很强的时候，你超我的很多所以一个人在超我、自我跟本我这个加起来总能量是一的。所以在我们人里面有一些能量的流动，当我的负能量越清理越少的时候，那个正能量就越来越进来所以感恩是一种正能量，抱怨是一种负能量。因此，我们如果到清大禅一起听到一堆人在抱怨的时候，那个人的能量场是不好的，我们就有智慧的选择进去绝对不要一起在那里抱怨，不断的造那个抱怨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互相参考。那还有你看刚刚雅琪举的那个例子多么的生动，就找人被遗弃的记忆。因为找人被遗弃，这个在或者身边的当然也出现不少。因为找人被遗弃，所以他内心有了怨恨有了一些受害意识，所以他对人是不信赖的，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去爱别人，他也很想爱别人，可是因为那一种倒霉的记忆，他没有清理。或许看到许多人，他是没有办法发展心理关系，对不对？因为他从小是没有被爱的，所
所以他没有爱的能力，他没有爱的能力，所以这个。所以你看到社会上有些人他是酷酷的，这个酷是他必须要这样子来，或许保护自己，或许是他的特色，可是很酷，是不是这么而且是跟身体里面这么想，就是很陌生，很陌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生病了，因为人与人之间冷漠了，我们不敢。因为现在报纸上报道太多的冷漠，人明明受伤了，明明跌倒了，明明发生车祸了，你可以冷漠的像动物一样，这个对你竟然没有感觉。当然，或许怕感觉，或许怕自己惹上麻烦，所以那一种这样的社会变成冷漠啊。所以早年的这一些被遗弃的经验啊，它会造成我们叫疏离，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它有几个等级，从亲密到亲近到冷漠、疏离到冲突啊，那个是要努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去从亲近的能力开始练，那你开始有一些亲和力。然后你才有办法去进一步的进展感情，而能够对自己的爱人或者是我们所爱的孩子，各位想到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你自己评估一下，或对我们自己的太太、家人，我们的亲密程度是，这个亲密是心理的亲密啊，那。再来就是我们常常因为误解、误会而对别人有怨恨，这个也是一种负面的思想。哪一天当你弄清楚以后，你会原来我误会他这么做，那你是不要啊。所以当我们内心有一些对人的误解、不谅解、误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潜在的怨恨或者存在的不满、存在的抗拒，就会形成我们一种疏离。那刚刚雅姐分享到，我们愿意100%的自我负责，不一定是承认不是我的错，而是我愿意去负责责任。所以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人。那因此，从刚刚讲的，我们知道我们要清理的是自己，而